刑事局查到一个诈骗集团至少有43个民众哄骗超过4000万。警方发现讲主嫌是高雄左营地区的角头，常常对人起骹动手，佮因为车手甲钱吞去，嘛甲这个车手掠起来，佮去甲人的家属来算账。警方计供是甲11个嫌犯上班。一家人来到被害人藏匿的所在，出卡动手，佮摕加时间修理。钓上现人的被害人原本嘛是加害人，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因为乌食乌去撞到。刘姓、黄姓车手因侵吞诈欺赃款，遭到诈团同伙软禁殴打。双人被拍，佮被逼签本票，家属赶紧报警，趁交钱的时阵，警方抓到过口的少年，甲人救出来。警方发现主嫌有帮派背景，是高雄左营的角头，用拘禁、恐吓伤害者的方式来控制车手，要求因负责去领被害人被诈的钱项，以施行拘禁、恐吓、殴打等暴力方式控制旗下车手提领车款，诈欺被害人数至少43人，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4000余万元。警方抓到主嫌在内总共11个人，会依照诈欺、恐吓处财、妨害自由罪罪嫌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